别看春天的花蕊，即马当着时，伫台南碧河的花海时已经吸引侪民众来翕相。不过，因为这几年气候变迁等等因素，即个各种花蕊的开花时间有较歹按算。亲像伫咧台南的客家，原底是按算2月底就要举办花季。不过，即马因为换片症加上气候变迁，可能要延迟到3月底才通豆豆开花。班枝花当咧大开，感觉红的花海有够水，这是有全球上水花道之一的台南白河林草比班枝花道。镜头扣远来看，除了这座800多公尺长的花道以外，4颗链顶嘛拢有花通欣赏，全长计强2公里。初期花季开幕，煞歹天落雨，也毋过也是请侪民众来看花兼翕相，甚至有人用班枝花摆各种图样。来遮行行啊，看花啊，木棉花足水的啊。安怎讲？今仔日有安怎？今仔有办咧建筑活动啊。哦，嘿嘿。来看感想安怎？袂歹啊，毋过是落雨。看花木棉花到安怎行，逐安开讲啊，成常加减啦，但是嘛袂啦，都天咧做的，哪有法度？春天是赏花的季节，不过开花时间近来真歹按算。白河区长讲，去年3月初办的时，花开无4成。今年原本计划3月中办，不过过年迄礼拜天气热，地势加速班枝花开的时间，所以这阵才提早开幕。同款花期嘛有改变的，也佫有客家一重红。今年在地因为品种栽种，加上气候变迁，成长有较慢，所以花节延期3月下旬。今仔应该是暖冬的关系哈本来我们预计3月16想要木棉今年真的提早了，在2月下旬就一直开了。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规也拢开啊，家里水安的啦哈。新的品种。当初不晓得它的成长体会比较缓慢嘛，请教我们农改场的专家但是我们花的生长都很正常。这摆白河班枝花花期估算到3月中，那客家一重红是4月初才当咧开。那民众要赏这季节限定的花，就要赶紧把握时间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